咁喺近期啊，唐禹哲嘅自首出發圖事件呢就引發全網熱議。喺2026年嘅4月15號，唐禹哲被捕逃兵役，佢被起訴之後呢主動自首，但網友抄出佢早前晒出嘅黑衣造型營業照，上面仲配文話出門了。張相入邊嘅佢啊，狀態輕鬆，笑到4萬咁口，咁啊俾網友笑佢係自首出發圖，仲被評為娛樂圈最鬆弛嘅逃兵。咁講到逃兵役呢，韓台兩地藝人可以話係最為積極，而且花臣最多，幾乎每次都可以引發全網熱議。咁台灣兵役制度相對寬鬆，義務役時長較短，仲有替代役可以揀添，所以台灣藝人逃兵呢，主打一個有錢就可以行捷徑。而韓國兵役就堪稱係娛樂圈嘅頂級盜劫，服役時長超過2年，審核極其嚴苛，嚴查造假。一旦逃兵役失敗就會直接俾人封殺，事業歸零。所以韓國藝人逃兵役呢，就主打自殘式造假，賭上職業生涯，為咗免疫不擇手段，離譜程度簡直係拉滿啊！咁今日呢期視頻呢，就由八公碌不我帶大家一齊盤點下韓台藝人逃兵役嘅方式。睇下究竟係台灣藝人更加搞笑，抑或韓國藝人更加瘋狂。開始之前，記得先點翻個訂閱咯，我哋一齊睇落去。第一組，王大陸 vs 劉成俊。首先登場嘅台灣選手係舊年掀起台灣閃兵風暴嘅王大陸。王大陸係台灣一線電影演員，憑借《我的少女時代》爆火出圈，坐擁兩岸三地嘅超高知名度，票房號召力爆棚，係台灣新生代演員中嘅頂流代表。其他藝人逃兵役呢，使10幾萬、20零萬台幣就足以搞掂噶啦。而王大陸為咗徹底免除兵役，主動揾咗逃兵產業鏈，定咗360萬台幣，遠超行業5到50萬台幣嘅常規造假收費，堪稱台灣逃兵史上最貴天價套餐。呢個中介呢，真係會做啲嘢嘅，為佢量身訂製咗全套嘅造假方案。首先係安排專人冒用佢嘅身份就醫，通過閉氣人為升高血壓，揾人代佢孭住24小時血壓監測儀等等嘅一系列精細操作，嚟偽造重度高血壓病歷，試圖徹底避過兵役，實現永久免疫。本來以為掟咁多錢落去呢，肯定可以高枕無憂噶嘛，點知估唔到冇過幾耐啫，呢一套造假套餐呢就俾人揭穿咗，所有虛假證明全部作廢。王大陸唔單止逃兵失敗，名聲盡毀，仲被官方點名通報，最終依法入伍，服滿1年替代役，真正實現咗人財兩空，貼錢買難受，成為全網年度最大笑柄。呢件事曝光之後，兩岸嘅輿論都好犀利喎，網友幾乎都係一邊倒咁笑佢話360萬嚟買罪受，真係水魚天花板啊！劣跡藝人永久封殺。唔少老粉都感嘆話：唉，青春回憶塌房，真係意難平啊！亦都有部分台灣年輕人共情話唔想當兵，認為兵役浪費時間，好多人都想逃嘅。但無論立場點樣都好啦，全台共識就係認為王大陸今次真係蠢到交關啊！台灣媒體更加直接懟個咪埋去追問佢話：使成360萬，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個盤子啊？咁呢場風波唔單止令到王大陸代言解約、作品下架、聲圖盡毀，更加撕開咗台灣娛樂圈特權避役嘅黑幕，引發全台對明星道德以及社會公平嘅大討論。論搞笑程度嚟講，使天價逃兵點知係翻車塌房，淪為笑柄，點都可以俾個9分呢。而離譜程度呢，投入巨額資金定製全套嘅造假流程，成本遠超所有台灣藝人都夠晒離譜，足以俾個8分嘅啦。既然台灣有王大陸定360萬台幣造假，韓國都不遑多讓，亦都有耗資1000萬級嘅移民逃兵劉成俊，佢比王大陸使嘅錢更加誇張，代價都更為之慘烈，號稱係韓娛史上最貴最決絕嘅天價逃兵。有啲年輕人可能就唔識得劉成俊噶啦，我簡單介紹下先。佢巔峰時期係2000年初最紅嘅韓流明星，人氣係比肩阿 Rain 嘅，連續3年橫掃 KBS、MBC、SBS 3大台年度金曲獎同埋最佳歌手獎，係當年亞洲少女心目中嘅性感天花板嚟嘅。而喺韓國兵役經常被視作藝人職業生涯嘅斷崖期，人氣斷層、資源流失幾乎都係必然結局。為咗永久免除兵役
佢就不惜耗費咗千萬級身家辦理移民，甚至放棄埋韓國國籍，加入美國國籍，用巨額嘅金錢換取終身免疫資格。呢個真係真正意義上嘅傾家蕩產式逃兵啦。咁本來以為重金換國籍肯定可以高枕無憂，徹底避開兵役噶嘛，點知呢，翻車翻到落谷底添。黃大陸頂多就算係人財兩空，被逼服役啫。劉成俊直接俾韓國官方永久禁止入境，徹底驅逐出韓國娛樂圈。呢細仔都唔使置翻韓國一步。所以就算後續佢爸爸病逝，佢申請回國奔喪都被直接駁回，堪稱係韓娛逃兵史上代價最慘烈、投資最大、回報最差嘅頂級大冤種操作。而喺呢件事曝光之後，韓國輿論都爆晒。韓國主流媒體中央日報、朝鮮日報等等持續痛批，直指佢背叛國民信任、踐踏兵役公平，係韓流恥辱。韓國民眾嘅態度更加係全民憎佢，20年如一日，從未原諒。網友話佢連國家義務都逃避，唔配做韓國人，攞住韓國嘅人氣賺夠錢就棄國籍逃兵役，典型嘅利己主義叛徒。唔係2015年呢，佢直播下跪痛哭道歉，喊晒咁話下跪不足以表達愧疚，試圖挽回輿論呢。點知俾網友發現佢喺直播結束之後態度秒變，走去問工作人員佢咪演得差唔多啦咁，徹底點燃咗大眾嘅怒火。呢場風波都令到劉成俊從亞洲天王淪為韓流棄子，千萬身家歸零，國籍盡失，星途徹底終結，甚至連老豆最後一面都見唔到，真係韓娛史上最慘痛嘅逃兵教訓啊！無論搞笑程度嚟講呢，千萬身家換永久流放，頂級大冤種7分。至於離譜程度咯，耗資成千萬，放棄國籍，斷送終身韓娛事業，俾佢10分都嫌少啊！好啦，再嚟睇下第二組選手，唐禹哲 vs 申東源。第二位登場嘅台灣選手就係開頭提到嘅娛樂圈最鬆弛逃兵唐禹哲。唐禹哲點講都係90後一代人嘅青春記憶，出現過終極一班、海鴿勇士等等嘅經典作品，喺內地同台灣都有好高嘅人氣嘅。呢單案嘅源頭呢，都係嚟自轟動全台嘅黃大陸閃兵案。警方當時順藤摸瓜，挖出咗以陳志明為首嘅大型藝人逃兵黑色產業鏈。一大批嘅台灣藝人陳年逃兵黑料呢，就俾人挖晒出嚟。唐禹哲就係第4波被起訴嘅核心藝人之一。根據檢方嘅公開資料顯示，早喺2013年，正值服役年紀嘅唐禹哲，因為唔想履行兵役義務，經人介紹之後呢，接觸到專業逃兵中介，使咗20萬台幣買咗造假套餐，委託中介偽造高血壓、脊椎病等等嘅醫療診斷證明，靠住呢份假病歷，成功避開咗當年嘅兵役體檢，順利免役，而且仲隱藏呢個黑料長達13年咁耐。比着係普通人啲黑料咁樣俾人爆出嚟，正常操作都係沉默觀望或者低調道歉，盡量減少曝光，降低負面影響噶嘛。但唐禹哲喺檢方正式起訴嘅前幾日仲喺社交平台晒出發圖，冇過2日呢，就被捕自動去自首。大家以為佢係咪出門走去自首呢？有網友就笑佢話呢：我真係唔掂當啦！唐禹哲去自首之前，仲要發營業照出嚟，真係一個神人嚟嘅啫。事實上梗係唔係嘅啦。其實張相係預告佢將會喺杭州同粉絲見面，並唔係咩自首出發圖。但呢張相晒出嚟嘅時機實在太過巧合啦。所以網友都喺度笑鬼佢話：真係搞笑啫，唔紅都唔使咁樣嚟營業噶。後續工作室就火速發文回應話，唐禹哲一早已經主動報備，妥善處理相關事宜，態度誠懇認錯。亦正因為主動自首，全程配合調查，冇任何嘅抵抗行為檢方最終建議法院對佢判處緩刑，無需服刑，堪稱係逃兵翻車之後最體面嘅收場。所以論搞笑程度嚟講呢，絕對有8分嘅。話晒佢嗰張出發自首圖真係喜劇效果拉滿。而離譜程度呢，就唔算太離譜嘅啫，俾佢4分咁大把啦。如果話唐禹哲係台灣娛樂圈自首走秀嘅逃兵荒誕代表，韓國嘅申東源即係而家叫做 MC 夢嘅呢位仁兄為咗逃兵役掹咗自己12粒牙嘅事就更為之荒誕啦。MC 夢係2000年代韓國頂流 hip hop 歌手兼綜藝人，
喺巔峰時期首握熱門單曲係國民綜藝2天1夜核心成員，當時嘅出場費係比肩姜虎東嘅，國民度同路人緣都好高，事業正處黃金上升期。佢當時為咗免除兵役，MC 夢就行咗一條又極端又痛苦嘅自殘路線。1998年初次體檢嘅時候，佢牙齒完好，被判1級現役。但從1999年到2006年嘅7年入邊佢以考公務員職業培訓出國拍戲發歌等等理由，7年7次申請延期入伍，一邊拖延，一邊活躍於綜藝、影視同樂壇，事業越行越犀利。去到2007年複檢嘅時候佢已經掹咗成12粒牙，咀嚼功能大幅下降，成功攞到免疫判定。事後警方查清楚先發現佢嗰12粒牙入邊至少有成4粒係完全健康嘅好牙，即係純屬為降分故意掹咗去嘅。本來以為忍痛掹牙加長期拖延嘅策略可以徹底避過兵役啦，點知2010年仲係東窗事發。檢方調查出證據，指向佢蓄意掹健康牙，惡意拖延入伍，最終判決就係故意掹牙罪名，因為證據不足無罪，但妨礙公務罪成立，判有期徒刑半年，緩刑1年，外加120個鐘頭嘅社會服務。呢個風波過之後MC 夢雖然係免咗兵役但佢付出咗事業盡毀嘅代價。韓國3大台全面封殺，綜藝下架，音源清零，代言解約，從國民綜藝寵兒淪為全國抵禦嘅公敵。就算過咗好多年之後嘗試低調復出，大眾依然唔買佢賬，常年位於最唔應該復出藝人嘅榜單前列，始終係冇辦法翻到主流視野。所以呢一場掹12粒牙逃兵役嘅鬧劇，就成為韓娛史上最荒誕嘅兵役醜聞之一啦。論搞笑程度咯，自殘掹牙呢個操作絕對有8分啦。而離譜程度鑒於佢冇全部牙掹鬼晒，咁就減佢1分，俾佢9分算數啦。我哋嚟到最後一組修傑楷同埋宋文浩。第3組嘅逃兵 PK 可以話係逃兵界嘅蛇王對決。一邊係使錢混役、借機早退嘅修傑楷，一邊係蛇王咗102日，憑一己之力改寫埋韓國兵役法嘅宋文浩。我哋首先講下作為台灣選手出戰嘅修傑楷先。佢早年靠住成熟穩重嘅大叔人設同埋顧家好男人嘅形象圈粉無數。但係估唔到呢位綜藝入邊嘅完美奶爸喺兵役問題上居然將精緻利己發揮到極致。佢為咗逃避兵役使咗15萬台幣加入閃兵產業鏈。本來諗住偽造高血壓病歷嚟試圖直接免除兵役嘅，但因為病情做得唔夠真，冇辦法實現免疫，淨係成功換取到相對輕鬆嘅替代役。但就算係咁，佢依然唔心息，入伍淨係5個月啫，借住佢老婆賈靜雯懷孕嘅契機，以育有女且配偶懷孕為由，光速申請提前退伍，而且成功獲批，輕輕鬆鬆就結束咗兵役。全程主打一個避得就避，可以早退就早退，被評為最識摸魚嘅台灣藝人。去到2025年10月風波曝光之後，修傑楷方面就火速公開道歉認錯，態度誠懇，最終順利平息咗輿論，冇遭到行業封殺。但佢顧家好男人嘅人設一早已經冇晒啦，輿論幾乎一面倒咁批評佢，話身為一個公眾人物咁冇責任同擔當，真係令人失望啊！相比上面幾位藝人佢嘅搞笑程度俾佢6分離譜程度4分。好啦，對戰呢位台灣最識蛇王嘅藝人，韓國嗰邊都派出頂流男團 Winner 嘅成員宋文浩。講起佢我真係百感交集話晒我都係從佢由 Who Is Next 嗰個年代開始睇住佢大睇住佢壞嘅人。YG Family 真係唔可以有一個團係齊齊整整嘅。好啦，我哋講下 Mino 宋文浩先。佢係一個實打實嘅一線 idol 創作歌手，音源銷量雙爆，粉絲基數龐大，所以佢哋嘅卡位係完全對標嘅。而佢嘅逃兵蛇王戰績更加係有過之而無不及，直接封神，甚至可以驚動到韓國國會改寫埋國家法規添。首先當初佢以社交恐懼症、恐慌障礙等等為由進入咗輕鬆嘅替代役。本來應該安安穩穩復完嗰430日就係嘅啦嘛。點知佢將服役當成咗大薪休假，喺服役期間頻繁遲到早退，無故缺勤，累計擅自脫崗缺勤時長高達102日。
相當於400幾日嘅兵役啊，佢直接休息咗1/4嘅時間。最離譜嘅係佢嘅缺勤越臨近退伍呢，就越嚴重。2024年7月單月缺勤高達19日，甚至被爆出話喺請假期間偷偷地飛去夏威夷度假，去美國參加妹妹嘅婚禮，仲喺社交媒體度鋪圖，真係唔知話佢蠢好定係囂張好啦。最誇張嘅係啊，因為佢花式蛇王嘅操作太過典型，漏洞暴露得太過明顯，韓國國會專門針對佢嘅行為修訂出台全新嘅兵役法案，被全網笑稱為宋文浩防止法，專門杜絕藝人服役摸魚、打卡造假、無故缺勤嘅亂象。宋文浩今次憑借一己之力改寫國家法律，呢個喺全球娛樂圈入邊都係獨屬一份嘅殊榮。最終宋文浩被檢方求刑1年6個月，判決移除，令到啲韓國網友集體鬧佢話：一諗起我細佬喺前線寒冬訓練，我就把幾火啦！佢連扮都唔扮，係標準嘅廢兵教科書本人。咁自此宋文浩嘅事業口碑就雙雙崩盤，從頂級 idol 淪為劣跡藝人，為自己嘅擺爛行為付出咗沉重代價。所以就憑呢個宋文浩防止法，佢嘅搞笑程度至少都要俾個8分啦。而至於離譜程度，佢利用制度漏洞摸魚，缺勤咗100幾日，即係至少1/4嘅時間，俾個8分都不為過啊！咁整體嚟睇呢，台灣藝人逃兵役主打金錢換安逸，風格輕鬆滑稽，搞笑效果爆棚；而韓國藝人逃兵役呢，主打重金賭人生，一旦翻車，基本上就玩完噶啦。咁睇完本期嘅韓台藝人逃兵王大 PK， 唔係呢3組逃兵藝人入邊，邊個係你心目中認為最抽象、最離譜嘅娛樂圈逃兵王呢？歡迎喺評論區入邊同我哋一齊傾下。咁如果你中意本期視頻，記得點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咯。我係八公碌斌，帶你換個角度睇娛樂圈，解鎖更多不為人知嘅娛樂圈故事。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